老闆們注意，九龍東核心地段罕有巨無霸靚盤出售，錯過今次真係唔知要等幾耐。大家好，我係 Queenie， 今日帶大家去睇一個性價比極高嘅獨家筍盤。由牛頭角港鐵站 B6 出口行6至10分鐘就到，巴士小巴更係3至5分鐘步程，四通八達。大家可能知九龍東已經係一個成熟嘅核心貿易區，無論企業、工作室、酒店都係爭住進駐，周邊食肆林立，食晏傾生意極之方便。位於偉業街171號偉業工業大廈中層一個罕見嘅單位出售，面積足足4500尺。最正係咩？空間實用，規劃極具彈性，已經分好咗5個單位，每個單位都有獨立廁所，無論你係想自用、分租定係投資，都完美契合。而家每尺只係4400餘有交易，絕對係超值入場價。有興趣嘅老闆想親身感受呢個單位嘅潛力，立即打電話俾我 Queenie 預約睇盤。好盤唔等人，我喺度等你。